前田敦子離開咗 AKB48 之後，一個人獨立發展啦。通常一個歌手獨立發展不外乎歌、影、視三棲嘅啫。但係大家記得清楚嘅話，前排敦子拍一套新嘅電影喺日本播嘅，叫做《虎翼列車》。唉，講起就頭痕啦。呢一套《虎翼列車》成為咗日本一個好大嘅票房毒藥。本來片商以為佢個名咁響，應該都好有票房噶啦。殊不知，原來永遠事實都係相反嘅。可能你會話，嗰兩個男主角都唔出名，揾唔到觀眾過嚟睇噶嘛？OK fine，今次揾個勁啲嘅，邊個啊？梁朝偉夠紅未啊？原來嚟緊導演黑澤清將會執導新片1905啦。呢次呢，就揾梁朝偉做一個收數嘅大耳窿，追住幾個人去到日本啦。然後過程當中又遇到前田敦子啦，又發生少少故事。不過我肯定唔係愛情故事啦。嗱，呢套電影喺11月份就會開鏡噶啦，喺日本同台灣取景。中文對白方面呢，對於敦子嚟講要有特訓先得噶啦。成個故事人物配搭都幾有趣噶。咁希望敦子嘅毒性真係唔好咁強，毒到連梁朝偉都救你唔到啦。順便不如我忽發奇想改埋個劇本去日本啊，偉仔，不如追埋個釣魚台翻嚟咧。